这个世界上还有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吗？我不相信。这是世界上最后的驯鹿人部落。为了一探究竟这个孤绝于世的部落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我来到了蒙古国，从乌兰巴托飞往莫伦，驱车2天时间进入西伯利亚地区，最后骑马翻山越岭，而我的生活也一步步从现代步入原始。经过一路的辗转周折，终于这里就到了这个查坦部落。我现在脑子有点宕机。这里人人都骑马骑鹿吗？这里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吗？他们重视教育吗？科技发展对他们有什么影响？这边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就是买的多少？年轻人吧，他们觉得在牧区有点无聊。他们学的东西难不难？作业写到几点？没有作业，没有作业。我试图与他们沟通，或许再普通不过的身影与话语中藏着的，正是那些未曾向外界流露过的答案。